今日咧，我哋嚟到珠海嘅情侶北路唐家灣咧，睇一套獨棟別墅。呢一個小區嘅別墅咧，喺度賣緊嘅，唔超過5棟，而且佢係帶埋前後花園，大概有500方嘅前後花園，而且佢每一棟同每一棟嘅之間咧，空間都非常之大啊！就係啦，今日我哋睇嘅一套咧係366方嘅3層別墅，裏面咧業主咧都裝埋電梯噶啦，而且佢飲茶嘅涼亭同埋魚池咧，業主咧全部做好晒噶啦。嗰個花園啊，利用空間非常之大，你睇睇魚池啊，而且你想攞嚟做乜都好啊，空間非常之好大，利用性咧都非常之好強好大啊！有對獨棟別墅或者係海景啊、大平層啊呢啲有興趣嘅啊，歡迎諮詢我。